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47篇8至9節。神作王治理萬國，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，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作亞伯拉罕之神的民，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神的，他為至高。神作王治理萬國，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，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作亞伯拉罕之神的民，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神的，他為至高。至高至聖、至善至美嘅神，萬國萬民都起嚟讚美你。你係掌管歷史嘅王，你係全宇宙嘅主宰。感謝你帶領我哋跨越生命中嘅軟弱、困難，聖靈又賜予我哋力量，凡事禱告，凡事盼望，信靠神嘅應許同埋同在，帶住喜樂嘅心仰望神。神啊，你係全地嘅王，治理萬國。願你唔單止掌管世界，都掌管我哋嘅心，管理我哋嘅生活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